今日嚟睇兩位歌手 Dimash、So Young， 兩位都係世界級 vocal monster， 但係真正可怕唔係高音，唔係音域，而係能力。今日我會用拳刀鋒系統拆解佢哋真正掌握咗幾多種 vocal ability。先睇 Dimash 最大嘅武器唔係6個8度，而係能力完整度。由最低音一直去到最高音，幾乎每一個聲區都有對應技巧。呢個係我嘅拳刀鋒系統。鋒令聲音流動自然，包裹力極強。刀令高音更加精準，穿透力更集中。拳令爆發更有壓迫感。三種能力唔係互相切換，而係自由融合。呢個就係 Dimash 最獨特嘅地方，所以最後我會歸類去做鋒型刀拳庫。再睇 So Young 最大武器係力量，每一下高音都保持極強壓迫感。而真正可怕唔係大聲，而係爆發、共鳴、穩定、耐力可以同時存在。呢個就係我拳刀鋒系統，拳可以帶來恐怖爆發力。刀令高音更加銳利。鋒令情感更加流動。但核心始終都係拳。刀同鋒存在，但全部都係為拳服務，所以最後我會歸類去做拳型刀鋒庫。兩位都係世界級，如果講能力完整度， Dimash 掌握更多能力。如果講極致輸出， So Young 依然係世界頂級。你覺得邊位更強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